都係佐敦 A 出口啦，然之後咧就係轉右手邊啦，都係去豪悅食 Go Go Go。又係呢個牌坊嘅，跟住我哋轉入去呢個位置，跟住又係去 Circle K 前少少啦 ，Go！ 因為又係嚟買金啊 ，Circle K 前少少，1、2、3、4第4間鋪頭 ，Go！ 哇！呢啲金價又跌咗咯喎，如果回收價就係28,800蚊啦，呢個係飾金啦，如果係金粒價就28,900。好啦，我哋買金啦 ，Go Go！ 咁1兩金價係29,700蚊。好，我哋問下佢1克幾錢先？佢1克咧就係793蚊。好，我哋俾錢。而家咧我總共就俾咗802蚊啦。咁啊同平時係一樣嘅，都係1.02 gram。咁所以嗰02 gram 咧就多你幾蚊計。咁我哋就照俾錢咧 ，Go Go Go！ 如果你用轉數快，即係好似我今次咁啦，撳唔切錢啦嘅話咧，咁你就需要咧提供你嘅個人姓名啦，同埋個電話號碼俾佢嘅。因為咧，原來轉數快有啲特別嘅地方，就係有機會銀行會抽查佢哋啲出入記錄啦。咁所以佢就要俾翻張單個銀行睇，咁你就必定要先係提供身份證啦，然後你個名啦，同埋嗰個電話號碼啦。好，我而家要寫啦。搞掂咗啦！我今日總共用咗8料呢1克嘅金啦，真係忍唔住手㗎！你哋係咁嗌話買金，搞到人哋都去買好啦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俾 like 同訂閱，多謝晒，拜拜。